4個你仲估係養胃嘅習慣，其實可能係傷胃。好多人咧胃唔好，日日諗住養胃，但係下邊幾種習慣咧，可能正在偷偷地傷胃。第一個咧，餐餐飲粥，食軟爛麵條。好多人覺得咧粥好消化，能夠養胃，但係咧長期只係食流質咧，胃嘅消化功能就會退化，變爛變弱。第二個咧，長期淨係食素，一啲藥都唔掂。胃黏膜修復咧需要蛋白質，長期唔食魚肉，蛋白質唔夠，黏膜修復咧就唔好。第三個咧，日日飲薑茶，食生薑暖胃。但係對於胃酸多、有糜爛潰瘍嘅人嚟講，生薑咧辛辣太刺激，會加重胃黏膜嘅損傷，越飲越痛。第四個咧，靠蘇打餅乾養胃，佢咧只係臨時中和一啲胃酸，治標不治本。而且好多蘇打餅乾咧高油高鹽，食多咗胃脹唔消化。真正養胃咧唔係一味嘅食軟嘅、食淡嘅同埋忌口，而係規律食飯7、8分飽，食物啊溫和咧，營養均衡，少捱夜，少發嬲，唔好再用錯方法啦，將個胃咧越養越壞嘅。